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也系俺哋运动时间呢，我是江秀菊老师，我做书篇也位是许继文老师，有书篇也位是沈芳如老师，也分享大家听听我来做37式太极拳里头的元手也招式哈。好，元手呢有分定步，对啊，起点的元手，ក៏有活步，就移动步伐的元手。两部很多元手呢，因为人家数，那种对右片哈，而上下手两个像画旋转，这样子旋转，带到左片来，好，左片带到右片来，安尼带过来带过去呢，就讲像当秋人呢，中国画里面画圆的那个笔法。故说叫元手哈，也还先来看元手的数人用的变化，先做手的部分。好，做定步的元手。好，同样两只脚打开了，差不多1肩的宽度。好，同样肩头变下来，身体起张了，要把下巴稍微往内收，哈，两手轻松的放着，好，记住不要紧绷的身体，哈，不用挺松了。好，也要先做对右片的手，对右片那张数上手，对右片不说就右手对裆骨，做数变下背，两只手上下合抱，也重心对人的右片哦，好右片，我那左片去移重心个哈，重心对右脚变到左脚个哈呢，同时就6招数就变下来，右手向下。左手向上，好，要按照列掌，要太极拳里面按照上下手列掌，好，完移重心杆哈，同时不用哈，右手往下按，左手往上捧起来，好，然后呢，好，用坐稳，朝后都左脚，好，往右转，一面往右转，一面看到数哈。下背的右手就慢慢的转入了，变掌心朝上。右手呢，同样掌心朝上，转到人的正中央个下呢，肚后两只手上下手相对同一个位置，同一个平面，两只手的掌心对着人膝盖胸前。好，我就慢慢的同样往左转个下呢，做手慢慢的往内转，掌心朝下，下背的右手慢慢往外转，掌心朝上，转到我们的左侧，两只手肚后合抱，变左元手。好，变右元手个下呢，同样重心移到右脚的个下呢，两只手交换，左手往下，右手往上捧起。好，重心也对右脚哦，然后慢慢的右转腰个下呢。做数，慢慢的下背做数，慢慢的转到掌心朝着我们自己，右手慢慢的跟着带过来，到正面前个哈，两只手掌心对着我们自己，两个手上下同一个平面，好，我继续右转，右转个哈，同样右手慢慢的转，掌心变得朝下，做数慢慢的。变得掌心朝上，两只手慢慢的转，跟着我们的腰转，没一下就合抱，转腰转一度的速度变一度的，等手的变化，等人的腰转的变化，转到位的肚后，很多右侧合抱，好，也还右元手，再往左就很多左元手，好，重心移到左边去，两个手交换。上下手交换，右手下，左手捧起来，好，再左转腰。你看到我们手哦，看到数慢慢的转，也会转一度位，然后速度变一度位，原来也会转一度位，然后速度变一度位。好，转到正中央个下呢，速度肚后，两个掌心对起个，没哈的，两个手上手对胸前，下手对小腹前面。好，同样要竖掌，有一个弯曲度，好，再继续的往左转，左元手转过来，到左边正好两个手上下手合抱。好，先收一下，
也就是元手的手的变化，因为脚无同都定步的元手，也还按现在好脚按样的变哈变化，脚好个也按照来配合手空用按的变化，然后再来变成活步的元手哈。元手最重要的是两只脚要平行，不管你是一肩宽也还大块的。永远都是保持脚尖朝正前方的哈，而且身体是朝正面的。好，也按竖毛宽，按脚的变化，重心沉在右边，往下一坐哈，把整个左脚松了，你往下一坐，慢慢坐，左脚就松了以后呢，左脚再往左边打开半肩，打开半步的时候，记住。脚尖要朝正前方，脚跟要略往外推，按你这样会平行，要到脚才会平行哈。好，打开了以后呢，重心慢慢的平移过来，你看移到我们的左脚了，移好了，好，移好了，再往下坐，让我们的右脚变松，右脚变松了，好，慢慢的右脚收回来半步，空腰，脚尖正前方，脚跟。略往外推，好，两个脚一肩宽的平行，然后呢，右边去移重心，移过来，好，你看从一肩变成一肩半，一肩半又变成一肩，好，再往右脚一沉下去，好，左脚松了，往左边开半步出去，脚尖朝正前方，脚跟略往外推，好，移重心过来，在左脚。好，坐稳左脚，右脚变松了，好，再收半步回来，再移重心到右脚，好，走到右脚，走后来，左脚踏出去半步，脚尖对正面前，脚跟往外推一点，两个脚平行，再往左脚移过来，好，收半步回来。好，这个就是平行步，在37式里面要做元手的左右平行步。好，也等等来看脚的变化，我也舒压，我也按样的合在一起，变成活步的元手。好，刚刚两只脚，我们先打开一肩宽，在右边合抱。好，重心也要对右脚哈，右脚好，往下一沉。好，我们先开步，往下一沉，开步，打开左脚再多半步，好，两个脚平行，然后移重心到我们左脚的时候呢，两只手交换，右手下了按下来，左手捧上来，好，然后转，随着我们的腰转，慢慢的左手做数翻掌朝正面。右手也是翻掌，慢慢带到正前方，然后再往左转，继续转，一面继续转，一面两手掌心慢慢的相对换回来，在我们的左侧合抱，也还左元手往左边带，就是左元手刚才呢，做数对当狗，右手都下摆，好，往下一沉，右脚松了，收半步回来，一样的两脚保持平行，要懂冲腰哦哈。好，移重心干哈呢？膝盖往外撑，两只手交换，左手往下按，右手捧起来。好，再往右边转到正中央的时候，两个掌心肚后对按在正前面。好，继续往右转。右手翻掌朝下，左手翻掌朝上，两只手对按在右片，上下手合抱，右元手，再来换左元手。好，往下一坐，左脚松了，整个松掉了。好，打开半步，再多半步。好，脚尖正前方，脚跟往外推一点，两个脚平行。好，移重心对右脚移到左脚，移的时候都是在移重心的时候，两个手交换，我们叫列掌，两手列掌。好，右手下，左手捧起来。好，这个时候身体是有一点点斜的。好，慢慢的左转腰，把身体带正，
带正的时候呢，转到正中央，两个手掌心朝内，两手相对，再继续的往左转，转到右侧合抱。好，左云手。好，再往下一层，把我们的右脚收进来半步。好，再做一个右云手，往右脚一松沉，一沉下去，重心移到右脚，两个手交换。好，再慢慢的右转腰的时候呢，带过来，把转到正前方的时候，用到竖，掌心就对等起来喽。好，再继续往右转的看看呢，慢慢的右手往下，掌心朝下，翻掌朝下，左手掌心朝上，两个合抱，在右侧合抱，这就是右云手。好，收。所以我记得做云手哈，主要还手的变化，还谈的呢重心的移转，移重心跟哈两个都交换，好，两个手交换，安内，好，我们来缓和呼吸一下，吸，吐，再一次吸，吐，好，休息一下。